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願天父的慈愛、基督的聖寵、聖神恩賜與你們同在，變作我們大家認罪虔誠的舉行聖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，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，赦免我們的罪，使我們得到永生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耶穌顯現給門徒，同他們吃完了早飯，就對西滿伯多祿說：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比他們更愛我嗎？伯多祿回答說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就對他說：你餵養我的羔羊。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：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愛我嗎？伯多祿回答說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對他說：你牧放我的羊群。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愛我嗎？伯多祿因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你愛我嗎？便憂愁起來，遂向他說：主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耶穌對他說：你餵養我的羊群。耶穌又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你年少時自己束上腰，任意往來，但到了老年，你要伸出手來，便要給你束上腰，帶你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。耶穌說這話是指他
追怎樣的死去光榮天主。說完這話，又對他說：跟隨我吧。上主的話。大家知道伯多祿喺司祭庭園呢，當人話指出佢係耶穌門徒嘅時候呢，佢3次否認，佢話我唔識呢個人，我未見過呢個人。佢自己知，後來佢出去捅屋，因為當時雞啼，啱啱耶穌講咗冇幾耐，雞未啼以前你要3次背叛我。因為當時呢，耶穌話我會受苦，咁伯多祿就真係好有勇氣咁話：主，就算人離開你，我都唔會離開你，我會同一齊去死。太自信，所以耶穌對伯多祿話：今天晚上雞未叫以前，你要3次背叛我。咁啊，今次耶穌復咗之後，喺呢個加利亞湖邊顯現俾啲門徒嘅時候呢，耶穌刻意問翻佢：伯多祿，你愛我嗎？我相信我每一次嘅辦修和聖事呢，其實都簡單嘅，即係話俾耶穌知，主你知道我愛你，呢個重點。耶穌唔計較我哋過去犯咗咩嚴重嘅錯誤，過去已經成過去，所以耶穌都冇提及伯多祿曾經3次背叛我，佢冇，佢只有伯多祿，你愛我嗎？所以我每一次辦修和聖事，心底裏邊都同耶穌話：主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跟隨主唔係一直就能夠功德圓滿，最好嘅方法都耶穌教導嘅，不要過分為明天過分擔憂。佢繼續補出佢今天嘅十字架為你今天救受。我哋好多時因為有啲未知之數，可能發生嘅事仍然於我哋嘅心靈抵觸，使我哋失去咗平安。呢個耶穌絕對唔願意見嘅。甚至有時我哋過去嘅不是，又可以耿耿於懷，令到我哋冇份平安。耶穌都唔願意見到嘅。耶穌願意見到嘅就係我哋平安地生活每一天。因為只有喺每一日嘅現在嘅刻，先可以做到天主聖意㗎嘛。做天主聖意就係我用心講道理，而家呢個時刻，你坐喺度用心聽道理，呢個時刻就係天主聖意。昨天係點？今朝早係點？如果我哋唔善用嗰啲時間，而家開始咯。明天耶穌講好具體嘅，大家知道講個比喻，有一個人佢嗰年係豐收，咁話得啦，啱啦，我起個大嘅倉廩，咁我可以明年呢，我就可以休息啦咁樣。耶穌個比喻裏邊加個判語啊，佢話蠢人，今天晚上天要收你靈魂，你在明年又點樣嘅收穫？有好多地方我哋就係咁唔具體，我哋好似我哋計劃周詳，但係天主唔願意見到我哋失去咗平安。喺對未來可能發生嘅事呢，都我哋係未知之數啊嘛，我哋唔會太過安樂嘅。此時此刻呢，我哋足夠恩寵去做，你夠足夠恩寵去聆聽。可能過去成日分心走意都未定，但係此時此刻你話俾自己知，我而家要做好天主嘅聖意。耶穌，我唔夠力，但你幫助，耶穌一定幫助你。我哋好多時就係唔生活得好
天主嘅聖意，導致到我哋好多時心思念慮呢，唔係及乎天主嘅精神。所以呢其實好簡單一回事。謹記做天主聖意呢，只有目前嘅一刻，即係成日講話活在當下。提醒你自己，如果佢而家係煮飯嘅，用心煮飯咯；如果你係同人傾偈嘅，用心去聆聽咯。我諗每個人都需要呢一份嘅被接待嗰份尊重。我哋唔覺意好多時係分心走意。我哋告解前以前嘅要理問答都問省察嗰時有冇念經分心，咁多數都話有一剔㗎啦。後尾問到我煮飯有冇分心，飲茶有冇分心，同人傾偈有冇分心，我相信都係一剔嘅，係咪？呢個就係我哋犯咗例。我哋以為淨係念經分心，其實念經分心係一個記號，你乜都分心。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？念經咁重要都分心，何況嗰啲唔係最重要嘅嘢，咪更加分心。所以最好嘅辦法呢，重新整合我自己嘅生活質素，凡事要專心。詠唱專心，當然祈禱要專心。任何事物，此時此刻即係當下要做嘅事，你放心。我哋好多時就唔夠信賴，所以成耿耿於懷啫嘛。如果你知道耶穌明白嘅，佢一定會幫助嘅，咁你咁煩做乜呢？所以耶穌提示傅天娜修女喺個慈悲耶穌像下邊寫住：主耶穌，我信賴你。耶穌睇通咗我哋，就唔夠信賴，信自己多過信天主，所以先至分心走意啫嘛。其實呢個好簡單，我哋嘅靈修唔係要高深。當然大嶼山嘅修士啊，佢哋有佢哋嘅神恩。方濟學會嘅方濟學神恩，道明會道明嘅神恩，每個神恩不同。但最緊要嘅，我哋每一個人，無論任何神恩都好啦，你最大嘅神恩就係愛啊嘛。你愛，你就要專注俾人哋啊，唔係俾你自己啊。你愛自己就自私，你愛人哋就博愛。耶穌邀請嘅，我俾你個新嘅命令，你彼此相愛，好似我愛咗你嘅一樣。耶穌永遠冇為自己而着想嘅，佢最大前提就係話：父啊，願你旨意成日我身上。同樣地，我哋跟隨主嘅步履嘅足跡時候，都求耶穌幫我哋能夠好似佢一樣，在世嘅生活每一個時段、每一個時刻，都能夠同天父講：主啊，願你嘅旨意成行喺我嘅身上。Amen.
三